虽然是伫苗栗的消息，苗栗有一个6、7岁查某囡仔和家长留伫厝内，一个困精神，爬去到二楼阳台，讲要找亲人。对面的厝边者看到真正惊一跳，因为这个查某囡仔，这个面向外口一个阳台顶，甚至是趴伫这个围墙仔顶，迄若无细致，就发生意外。社工即马已经去调查。住伫咧查某囡仔对面的厝边，发现查某囡仔家己一个人坐伫咧因兜的床边遐，规人面向外，看起来真危险。看他都在干嘛？无偌久，查某囡仔规个人趴伫咧床边仔墙柜仔顶，伊敢若是去互厝里的人关伫咧厝里，困醒了后爬到床边仔要找厝里的人。虽然是2楼床边仔，不过查某囡仔年岁看起来差不多跟他6、7岁，若是无细力摔落来，后果得真惨。他小朋友在阳台又卧在那个墙围上面，真的非常的危险。这动画片铺上网络，引起大家讨论。社会处当伫咧请社工访视，了解实际状况。那我们已经很想请我们家访官的部分去做协助。那之后我们也会派请社工去了解一下家庭的状况是否有毒瘤的部分。根据李小华家长，若是互6岁以下囡仔家己一个人留点伫咧厝里，相当会扣罚万块。后来到啊，父母爱上班，要如何照顾厝里的囡仔呢？我家里会装摄影机，另外都规划小朋友去安亲班，或者是说带回乡下，就是阿公阿嬷那里。社会局提醒囡仔对危险较无敏感度，就算家长只是暂时出门，上好嘛是请隔壁的人倒影一个，较袂发生危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